春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开腔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感慨。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新兰，我想要搬出去住。是安怎？讲来讲去，你还是袂摕我这姊妹啊？毋是，这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这件代志我已经想真久啊。我住伫个遮，却无一直毋肯甲我收厝租，我感觉足歹势。搁再讲，我定定伫个公司加班加到3更半暝，这边伤远啊，无方便。也毋过咱足无简单，才会用逐工拢斗阵。后摆咱共款会用逐工联络啊。你就好搬出去独立嘛。好啦，既然你遮尔啊坚持，我嘛莫勉强你。也毋过你爱答应我哦，假使你若是有啥物困难，一定爱来找我。哎哟，你莫遐尔啊着急啦，我想看觅好无？无安尼好啊啦，明仔载是礼拜，你陪我来去找厝，等找到厝了后，我再搬出去好无？好啦，也毋过我先甲你讲哦，你莫毋望我会足认真甲你斗找厝。好啦，我来去洗身躯啊。较细粒，较细粒，来，有够忝的呢！早就知影搬厝遮忝，我才不甲你斗搬。哦，佮讲是我的好姊妹啊，叫你斗3工一个就嗨嗨叫，无良心。你佫敢讲是啥无良心哈？硬要一个人搬出来住，无要陪我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是我无良心好无？是我毋对啦，是的嘛。啥安尼现实的？无安尼好啊。我希望讲吼，只要你有闲，会用定来转来陪我，安尼就好啊。这哪有啥物问题？紧嘞，咱开始整理。淑玲，其实我感觉你这间厝吼，
袂歹呢。嗯，只不过我感觉那面墙敢若空空。哎，无安尼啦，要放一百度。要毋过我个人感觉吼，较准若伫即个所在放一个中国结，会用招一点喜气，安尼敢若较好。嗯，袂歹哦。李白，是你啊？有啥物代志？文行阁打电话来催利息啦，这件代志敢要报告董事长知影？无要紧啦，这件代志先莫讲出去，我来处理就好。也毋过这毋是小数目呢，你敢有法度处理？我讲我处理就我处理啦，你一个急啥的啦？啊对了，敢毋使麻烦你替我打电话新来，要创啥？约伊这个礼拜去阳明山赏花。去赏花？你介意，也是我介意。咱三个斗阵来去啊！也毋过，哎，你是咧紧张啥？我找新兰出来，只是希望伊会当斗相共促成度假村的案子，无其他意思。也毋过，千万袂使甲讲我袂去哦。要若无，我惊伊听到无要去啊。卡叔，即便我先甲你斗阵来去，后边再约伊，安尼敢袂用的？安尼煞煞去啦。既然你无爱甲伊斗阵出游，安尼我搁另外想办法。我本来想讲，你是伊上好的朋友，看起来实际敢若毋是安尼哦。歹势，拜托帮我找秘书室的李小姐，谢谢。去阳明山哦。好啊，我足久无甲你斗阵出去啊。OK， 好，安尼就礼拜早起8点。好，拜拜。新兰，礼拜敢有闲来孤儿院？无永远呢，我礼拜要去阳明山。安尼哦，佮谁去？当然是甲朋友啊。哦，哈，安尼也真拄好啊。什么朋友？陈志坚啊？敢若恁两个斗阵去尔，或者是还有别人？哎呦，你家己毋是捌讲过，只要我欢喜，你就欢喜。即马我要甲陈志坚斗阵出去，我会足欢喜的。是安怎？你颠倒无欢喜咧？我知影啦，我有讲过，你欢喜我就欢喜啊。也毋过恁两个斗阵去，我好啊啦，其实啊，我是骗你的啦。我毋是要甲志坚斗阵去，我要甲淑玲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下礼拜我若是有时间，我再陪你去孤儿院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啊，也毋过我去孤儿院，你敢会无欢喜？袂啊，我无欢喜啥。真是了。当然嘛是真实的，迄你要创啥？哦，够有趣。我要叫是你的假错。假臭，你少臭美了啦！来来来来，嗨，是你。也个我，准备好啊未？行啦，进来。毋是讲好啊，干那咱两个人，谁咱之间也要去？别紧张，我是惊恁坐公车去阳明山会袂方便。为着我放假，闲着也是闲着啊，所以我是好心来做司机的呢。哎呦，时间袂赴呢，若阁唔走会塞车呢。好啦，行啦，出发啦，行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人多较热闹啊，对无？行啦行啦。进来翕相哦！来，这样，来哦，1、2、3，好啊！哦，你拢唔笑？紧来啦，讲话一个姿势，紧来，爱唱我欢喜哦，过去一张，来，1、2、3，OK。来，咱三个人斗阵去，这敢袂用主动翕哈？哎就条件呀，敢袂用？好啊，好，行
呀，好，给给给，进来，来啊，给来，来来来。这才最好食呢。你哪拢唔食？你袂要？啊，这样。要啊，那呢？要加食一寡你。加食一寡哈。哎。啊？你咧想啥啦？无啊。真正真好食呢。来，你嘛加食一寡。多谢。我来去便所一个。淑玲，我跟你到底哪去？唔免啦，你紧食，我家己去就好。进来，加食一寡。你看你啊，气性遐尔歹，你平常时一定凊彩食，无注重营养在安尼。谁讲诶？我真注重营养呢。干嘛呢？你看我的气色好无？你顶回甲我讲遐个话，转去了我想足久诶。我知影，我即马无够资格做你依靠，做你的避风港。要毋过，我要让你知影一件代志，就是我对你，就甲我的名同款，志坚，永远意志坚定。总有一天，我要互你知影，我才是你唯一的依靠，你的未来就是我。你讲这是要创啥？亲爱，我知影我伤急啊，要毋过迄个张俊涵一天敢唔黏在你的身躯边，而且伊的条件嘛袂歹啊。你知影安尼对我压力有偌大无？莫讲工作啦，就连平常时的精神都无法度集中，你知影无？拜托诶，咱莫搁讲这好无？我嘛知无应该安尼，要毋过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啊，亲爱，我求你莫搁顾在我，你安尼我会崩溃，我会崩溃呢。志坚，这个话我唔知影是毋是应该由我来甲你讲，也毋过你知影无？淑玲伊足介意你。我知影啦，你知影？你搁互淑玲安排咱今日出来耍，你敢有想到伊的感受？你安尼做对淑玲敢有公平？感情袂用勉强，这个代志是你讲的啊，你无介意我就当顾在我无介意说你，我都袂当顾在伊心。安尼对我敢有公平？安尼对我有公平无？亲爱，我到底爱安怎做，你才会接受我？你讲啊，哈？我爱安怎做，你才会当接受我？你讲嘛？你讲啊！志坚，你若搁继续安尼落去，咱连朋友拢无法度做啊！你甲我讲，亲爱，你。买单。咱来转去是毋是欣赏我？好啊。咱先送先咱转去。等下先经过领导，先送你转去啦。新兰，多谢你送我转来，今日大家拢真忝啊，而且明仔载还搁上班，较早转休困啊。新兰，我知影，不管安怎，你拢袂接受我，对无？我真是足忝的，我无想要甲你讲这。新兰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
姐，你甲我放开啦！姐姐，无，你听我讲。我知影我以前做法破坏咱的友谊平衡点，我会做甲较早共款。要毋过你莫拒绝我，我这个拥抱，就当作你给我一个勇气的鼓励。我会做转来陈志坚。好啊，陈志坚如果转来，我如果转来好朋友的这队啊，以后还咱重新开始，好不？好啊，好朋友。嗯。对了，外口风头，你嘛忝啊，紧来去休困，唔通寒着。嗯，你嘛赶快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进来。咱后一摆找时间约淑玲斗阵出来佚佗，我感觉今日不过瘾呢。好啊，淑玲若是知影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张大哥。哦，新兰拢叫你俊华，你若不介意，我就对新兰叫你俊华好啊。谢谢你啦。你是来找新兰的？真歹势，阮拄仔才出去耍啊足忝的，已经甲你休困啦。若是无啥物重要代志，麻烦你明仔载再过来。恁今仔日斗阵出去佚佗？是啊，阮啊，我还阁新兰。毕竟我是为细汉斗阵大汉的朋友啊，诚久无看伊遮尔欢喜啊。今日看伊耍啊遮尔欢喜，嘛证明一件代志，就是伊真正需要的人其实是我。而且，伊嘛答应要接受我的感情啊！你讲白贼，新兰无可能接受你。哼，伊无可能接受我，敢讲就一定要接受你是无？哦好，反正拄仔只迄幕你无看到，嘛无怪啦。一时之间你恐惊无法度接受这款的事实，要毋过无要紧，明仔载你家己问新兰啦。你放心啦，我甲问个清楚。欢迎啊！要毋过，我是要劝你一句话：新兰吃过苦，伤多啊！伊即摆这无简单，愿意打开心结，重新接受一份新的感情。卡叔讲，你是真正介意、关心伊，就互伊欢欢喜喜甲我斗阵，莫阁互伊压力啊！嘛莫自私甲讲想讲只有你，才当互伊幸福。要毋过实际上互伊受苦，因为伊袂甘咱感情阁受折磨。小贩遐的相片，唔单是你摄是，逐张拢有你啦。啊，这个相片本来是要准备互谁的啊？你家己看好清楚。老立伟，这个小贩是变啥物吧？看嘛知影伊咧甲你跟踪。当然是我的人，伊跟踪我要创啥？你的人哦，我看哦，伊是老立伟特别安排给你身躯边的人啊。稳当的，这拄好，直接拄到你。因为你今仔袂用拍照，拍照？拍什么照？你免担心啊，这几天你不是派人盯我的哨？盯梢？你咧讲啥？我听无呢。小贩是你的人对无？我发现这几天我若行到倒，伊就缀到倒。我想要请教黄经理，你是啥物意思？有这个代志啊？我发现伊伫咧偷拍。偷拍？你即马咧创啥吼？人拢知啊。
恁当然对你已经开始无信任啊。袂啦，袂啦，阮当的袂无信任我啦。啊，顶面光年顶外物件，你是拢袂记哩啊？刘先生，老早，啥物代志哦？我是压力报社派来的啦。恁报社做要创啥？然后我跟你讲哦，政府已经掌握恁公司的非法交易啊，讲恁准备要找一个戴罪羔羊呢。你的意思是我要找黄武雄来做戴罪羔羊哦？有这款讲法啦，讲你要找黄武雄背黑锅呢。录甲断断续续，无安全。也毋过，这个人的声，你应该会认的吼。李先生，你到底是啥物人？你是安尼要咧用心计较，针对刘立伟，伊阮是安怎要甲斗下手？我的本名叫做李博山，李博山，我就是迄个，互刘立伟还甲家破联盟的李博山。毋过，你是安要甲我讲刘立伟对我不利的代志？我转来是为着要找刘立伟报仇，会当帮助你，单纯是意外。我收集真侪关系刘立伟资料，就要找出犯罪证据，希望会当利用法律来拍败伊。结果我所发现，伊在你尻川后做真侪歹代志，甚至想要利用你，伫代志爆发的时阵，甲你杀出去，做替死鬼。想袂到，真正想袂到。吴经理，枉费你遮尔拼力，遮尔替卖命，下场竟然是安尼。我即摆是会当安怎？我嘛毋知我要安怎。今嘛只有甲刘立伟舞倒，你才有法度自保。骗我？哪有可能？绝对有法度，我会听你。你刘立伟心狠手辣，这是我本身的体会。你即摆处境非常危险，若是叫杀出去定罪，你一世人就毁掉啊！到时阵后悔嘛袂好。李先生，我，你即摆唯一我都相信的只有我，你相信我，咱合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老早，高早，你哪一点安尼甲我偷看，很不像你的作风哦。干嘛呢？你今仔日看到我，敢若毋是真欢喜？无啊，要来无欢喜。对啦，昨日阳明山耍了欢喜无？欢喜，要哪会无欢喜？甲家己的好朋友出去耍，当然嘛欢喜。原来啊，真正耍啊足欢喜。欸，你想看卖啊？10几年的好朋友呢？你讲，人这世人吼，会用几个10几年的好朋友哈？而且，你是毋是无欢喜啦？我无欢喜，嗯，我本来无欢喜，啊我教。这个人今日是安怎？怪怪。爸，生啥物代志？拄则吼，银行我打电话来催利息啊啦。我有甲黄经理讲过啊，虽然伊讲伊会全权负责，因为我银行阁一直打电话来呢。这个代志，叫吴经理来我的办公室。对了，志坚啊，
你这阵仔是毋是有甲罗氏建设的这只？无啊，罗长生迄个人哦，真老干哦。你若是甲伊讲话的时阵，爱较细致，对于这个人爱较提防，知影？好，我知影。这阵仔哦，一直咧无用度假村的代志，拢无时间去巡其他的工地，打电话陪我去巡看卖。是。啊，书记，你咧找我？拄则志先甲我讲啦，讲银行一直敲电话来，讲咱贷款的利息拢无纳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最近哦，我咧无用催收这个大楼第3期的工程款啦，啊，一时才叫收去。开遮糊涂啦！你放心啦，我会赶紧去处理。啊，你讲这咱第3期的工程款收了啥款？董事长，我拄仔才是要来报告这件代志。咱第3期的工程款哦，客户拢一直毋肯缴，到目前为止哦，还收无一成。若是还阁继续落去，我恐惊讲哦，咱的大楼工程可能要停工哦。客户毋肯纳钱，啊无怎是安怎？因村嘛要违约，也是咧甲咱刁难呢。这我是毋知啦，也毋过，啊因是安怎无紧讲，安尼吞吞吐吐。董事长啊，迄有个人讲哦，咱起的大楼，这个安门图的比例有问题啦，将来哦大楼安全无保障啦。啊嘛有人讲哦，要去法院告咱。咱磐石建设都毋是头一工咧起厝，敢有可能有问题啦？若是安尼啦，还有听讲吼，有人逐工去工地咧闹呢。志坚啊，你知影这情形无？我嘛唔知影，我是拄仔听伊讲，我毋才知影的。黄经理，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啥人无提早甲我讲？我已经有讲过啊，也毋过。你啦，恁两个莫搁吵啦，马上去工地。哪会安尼啦？阮拢是按流程表来施工的啊，这点讲今日就爱问吴先生啊。那呢？吴建新吴主任呢？发生这么重要代志，伊啥人无伫吴的？先生伊早起还未来咧，早起讲要去建材行，讲建材到了的代志，看完才会转来。较定你若看到伊人，记马上来见我。是。志坚啊，甲工程批示的管制要早转公司，我要好好检查一下。张经理，哦，是安怎啊？油头甲面，无。哦，是毋是去互放煞啦？放啥？我哎哟，查某人心哦海底针啦，查某这种物件哦是上复杂的啦。你看哦，李欣兰啊，你莫看伊安尼哦，敢若足单纯的，其实哦，哎呀，说下去啦，莫讲啊啦。啊，毋过吼，话阁讲转来啦，女人不坏，男人不爱。伊若无安尼哦，你嘛袂介意啊，对无吼？拜托，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李欣兰当初哦，等下讲就好。李欣兰吼，第一天来上班啦，迄盘石建设的陈志坚吼入来啊啦。哎呦，那赵伦吼，你嘛应该是排第2啦。毋过吼，有一件代志，我爱警告你。你罗氏建设吼，你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客户部经理啦。你莫叫想阿姐互你靠啦，你着敢徛喺我脚顶啊！无毋对啦，我是小小一个客户部的经理，也毋过就算讲我的职位较低，我嘛有我的尊严啊。欣然也是，伊嘛需要人尊重啊。你敢有听过？敬人者人恒敬之。一个袂晓尊重别人的人，就算讲伊的职位较悬，嘛永远无法度得到别人的尊重啊。客户部张俊华经理电话。客户部张俊华经理电话。歹势，我无用。哼，你也会记的啦。总有一天哦，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啦。你好，张俊华。喂。
什么秘书啊？拄爱谁敲我？是当书顶的秘书靠你的。哦，多谢你。什么？一户爱赔500万？是啊，我嘛感觉伊根本就是有备而来的，联络方式拢准备好势啊，就是硬要叫咱付钱啦。爸，这件代志我愈想愈奇怪呢。混凝土配比的差异，敢若内行人才知影。这个客户因开嘴下嘴讲的拢是行话呢，而且佫当找吴建新做内应。我怀疑，因是叫有些人利用，挑工要甲咱作对的。这毋是无可能啦。但是到底是啥物人会安尼做呢？一个生理场为着拼生理，甲人竞争，加减会得失人啦。但是嘛，毋捌完全结到这么深，舞到这个地步。爸，商场上尔虞我诈，什么款人拢有啦，什么代志拢会发生。我敢会伫这个节骨眼哦，甲咱作对的哦，而且佫当从中得到真大利益，应该就是罗氏建设。无可能啦！罗氏建设是咱业界风评遮尔好，伊较有可能遮尔讲做这个代志啦。爸，罗氏建设伫业界哦是佼佼者无毋对啦，而且伊罗董的做人哦，绝对袂用这款下三滥的手段。要毋过因公司副总罗长生，也佫有啊，就是因咧企划部的张君华，这两人真歹讲啊。那真是安尼，确实是有够卑鄙的。爸，尤其是迄个张君华啦，自从咱顶一摆抢地代志了后，伊对咱甲罗氏建设合作，都一直有意见啦。因为伊想要一个人哦，独占度假村的计划，所以我感觉伊的嫌疑上大。赶紧找出吴建新的下落，调查清楚，伊是去互啥物人收买去的？囝若无够时哦，咱去互卖买去啊，搁咧替人咧算钱啦。你是我上纯情、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哦，我转啊。啊，你今日遮紧就转来啊？新兰啊，你来。啊，新兰呢？无该转来啊？莫阁问啊。安那啦？哎呦，啊你骹是安那啦？哈？啊，无啥啦，无倒去拐着。啊，嘛较细腻的。喂，什么囡仔啦？无啦，甲你讲无就无啦，看唔到去啦。老爸，最近那只奇怪哈，一日间无人敲唔到电话，敲回咱哪来？啊是啊，最近定接一个莫名其妙电话哦，好够讨厌的。啊，对啦对啦，啊，恁爸吼绝对伫外口做一寡吼明了知的代志。哎呦，金华，你看，恁某个疑神疑鬼啊啦，莫阁讲啊！啊，你脚敢会积脚？爸爸甲你推推吼，行，啊，啊无啦，传传啊吼，好食饭啊吼。哦，好，食饭啊，食饭啊。错掉，看你安尼卡一摆。
伫遮啦。啊，对。哪剩这几粒仔尔？我这几工也无食啊，是毋是你食去啊？是毋是你食去啦？我食着我食的嘛，连工我才叫医生开药单，摕一罐锌仔害你，安尼唔好啊！我是好心关心你呢，你哪着爱来大细声哈？我知影啦，你是毋是逐暗拢咧思念你迄个老情人，思念我困袂去，毋则食我的爱困药啊是？我代志多无用，困袂去，是倒位去犯着你啦。好啦，你若是要甲当做我咧思念我的老情人，你会较欢喜。故在你啦。刘立伟，你讲出来吼，你到即摆都无法度来放袂去，你哪有遮尔无良心啊？你搁声声句句，我来放袂去，我来放袂去，我来保障你，我来保障你，保障我啥？你保障我啥？阿芬啊。我爱困药仔食落去啊，我咧忝啊，我无想要甲你冤啦。你莫走哦！你即摆就话人讲清楚，你即摆就话人讲清楚。你到底是要叫我甲啥物话讲清楚啦？保障你哦，你甲我听清楚哦，你莫再来烦我哦，你着安安分分哦，伫厝内做你的董事长夫人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安尼对待你，对你真会起啊啦。你对我会气，你就是我咧稀罕做什么董事长夫人是？哼，也毋是阮后头厝有钱，今日歹势敢无今仔日哦？我磐石建设是我刘立伟一手创造经营出来啦，甲你的后头厝拢无关系啦。你知影我上讨厌啥货？你知影无？我上讨厌你，看袂着啦，就讲你后头厝对我的帮忙有偌济，拄偌济啦。我实在是足后悔的，我后悔哦，我当年要较坚持的啦，为着我的事业，出卖我的感情，来娶你这个小查某啦。你讲你做我是出卖你的感情，你想怪我啦？你以为我管你？我管你，我一世人都袂管了你。创啥啦你？既然我跟这一切都无关系，我走。应该离开你，我要管你有外头。若是这间厝无我，磐石无我，我管你刘立伟是要怎生存落去？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你阿妈会，你讲我什么会？好啦，妈。子珍啊，甲你妈妈好好苦劝一下啦。妈，莫生气啦，有啥物代志好好讲啊。我家己无啥物话通好讲。爸，妈，妈，以前你甲我讲过，叫我不管安怎都袂能离开这个家。那即摆颠倒是你安尼悲观要离开。我怎么能不离开你？你看你老爸伊。不管爸是安怎，这个厝是你的啊。你若走，这个厝就敢剩我甲爸尔。安尼我要安怎？爸又搁要安怎？心内根本就无我，伊心内想的是别人。子珍，对我敢有公平？这对我敢有公平？妈，爸是因为工作压力伤大，所以唔知心情无好。你多担待他一点嘛。你心情无好，我心情敢好？我爱你20几年了，你竟然还对待我。也毋过你离开这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天下这么大，敢无想到我的所在？我伫
着算个死的牙口。我嘛无爱留喺遮叫母了。妈，你会记得？你甲我讲过一句话，你讲要将我当作亲生后生，要将我当作客卿，共款疼我。你若走，就等于无爱伫我，无爱伫客卿啊。妈，姐，我哪敢要离开你？妈妈唔敢要离开你。可姐，妈妈即摆甲出你钱啦，妈妈袂当离开你。你莫让伊离开妈妈好无？好。可姐。李新兰啊，我要警告你哦，你甲我较细腻的啦，你莫叫是讲哦，董事长互你靠，你的胆量哦，就愈来愈大哦，哈！你若敢为非三做，对公司做出不利的代志，我绝对会帮你煞。你，我安怎？你要我讲，你有靠山通阁靠？哼！所以你一点仔拢唔惊我，对无？我来讲啦，靠山早晚一天哦，是会倒去。喂，董事长无咧办公室个。啥？香港的大财团，你紧甲电话接过来。你好，我姓罗啦。啊，你是？哦，王经理哦。阮董事长吼无咧办公室个啦。你有啥物代志吼，来我这副总的讲嘛是共款啦。我是吼阮董事长的孙仔啦，嘛是唯一的亲人啦。对啦。你有啥物代志吼，会用来我讲啦。我会用代表阮董事长吼去讲任何一件生意啦。好，迄个地点哦，我知影啦。好，再见。阁有生意哦，通好做啊。你讲你是罗青云唯一的亲人，敢讲伊无其他的亲人是？无毋对啦，阮阿姐吼除了我以外吼，无其他的亲人。那你讲起来，你是罗氏企业未来唯一的继承人咯？迄是当然的咯。所以吼，我有权利代表罗氏建设来讲生意啊。王经理，恁公司咧香港吼是？我今日约你出来见面，毋是要甲你讲生意。毋是咧讲生意，无是要讲啥？是要甲你探听一件代志。探听一件代志？要探听消息吼，你应该去找征信社啦，莫点啊浪费我的时间。杨宝琴这个人，你应该知影吼。听讲伊捌生过一个查甫囡仔，你敢知影这查甫囡仔是落？你讲啥物？董事长为一个囝，真哪有可能啊？我嘛认为无可能。啊，毋过迄个王经理哦，讲甲敢若真诶共款。无得靠阮阿姊吼，真正生个囝，只是大家毋知影尔。卡叔伊讲的是真实的，董事长真是有一个囝，而且阁是后生。那安尼你是要安怎？啥物我要安怎？你的意思是讲吼，罗氏董事长的大位无我的份啊，是无？我来讲，就算讲吼，伊生10个8个囡仔，这个大位吼，也是我的啦。伊是我
从瞬间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意思是讲吼，罗是董事长的大位，无我的份啊是无？我来讲，就算讲吼，伊生10个8个囡仔，这个大位吼，也是我的啦。等下，话还未讲了，你就要走？敢讲你无关心这件代志哦？你毋是一向拢真有自信，真有把握，干嘛爱跟我关心？美德，莫甲我怄气啊啦！你也知影吼，现在足烦的啦，莫甲我生气啊，替我想一个办法啦，处理这代志，好无？哦，好啦好啦，莫阁生气啊吼！既然囡仔已经生啊，算算的嘛，应该20几岁啊，你用安怎处理？敢讲要甲太后死哦？要太后死！太好死！对，这真正是个好办法，来太好死！长生，你莫甲我吓惊用的无？我是咧讲装笑的啦，你哪着遐尔紧张啦？搁再讲吼，也毋知影人伫倒啦，我是要安怎去抬伊咧？又要共惊死！我阁叫是讲你真是遐尔凶的。我问你哦，董事长敢捌甲你讲过有囡仔这件代志啊？无啊，从来毋捌讲过啦。安尼就奇怪哦，你是董事长唯一的亲人呢。照你来讲，这款代志伊无必要甲你隐瞒啊。除非伊连伊家己有囡仔都毋知影。这有可能啦。无体靠这个囡仔吼，是阮阿婶离开了后才生的啦，连阮阿姐吼嘛毋知影。假使若安尼，代志就搁较好办啊！你只要好好保守这个秘密，只要董事长唔知影，安尼你啥物拢唔免惊。啊，若万一知影咧，只是无讲尔啊。若倒一天吼，因爸仔囝团圆，伊宣布要互伊的囡仔继承罗氏企业，安尼我毋啥拢无啊。若是安尼哦，嘛无法度啊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先一步吼调查好清楚啦。若真正吼有这个人，我绝对袂用互爸仔囝团圆，绝对袂。黄经理有伫无？伊无做啊！哪会安尼？打电话接无陈经理。志健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啥代志啊？公司发生啥物代志？妈，是安尼啦，有人超工要陷害咱，讲咱去个厝偷工减料。哪会安尼？因讲话就准拄算心。也毋过阮嘛去查过啊，迄批厝确实有问题。志健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偷工减料这种代志你做会出来？你为了要省迄一寡钱，攀死遮尔济年的命，啥会是去互你毁掉呢？你是安怎替你老爸做代志的啦？妈，代志毋是安尼啦，你听我讲。你以为黄经理无做，公司发生代志，你哪拢唔讲啦？公司发生的代志，迄是内部的代志，你较会知影。你伫公司内底安排眼线哦，你咧监视我哦。那你应该知影，我去互陷害啊啦！迄个黄经理一定有掺一脚啦。
好啦，既然你知影，我讲出来互你听啦。我即摆一声爱摕几若千万出来赔偿啦，还佫有停工的损失啦。我即摆伫要目睭金金，看咱的公司倒店啊啦。你毋是真敖，你有啥物办法？你讲出来听看卖啊！啊，你无记讲？你是讲，咱的公司要倒啊？咱公司是不是应该先爱来成立一个任务编组？啊，若是这个责任吼，来交互你负责上适合。所以我想讲哦，要来听一下你的意见。董事长，我是客户部的，所以我即摆负责的是客户度假村的客户案，其他的部分我惊无法度胜任。咱公司是企业的形态，都爱会当应付各种的情况，尤其是即摆，都爱将这个时效性变形虫组织的系统啊，甲伊组织起来。啊，若这点哦，我对你上有信心啦。我是惊我对我家己无信心。啊，你讲啥？啊，不过看你这个型，都毋是工作上的问题啊。是新兰，我对新兰真正一点仔信心都无。是啦，我是讲过，我愿意耐心等待，只要伊莫多撇感情，愿意面对家己，我会定定在边仔祝福伊。也毋过，当然啦，伊的感情的对象，假使若毋是你，当然你会嫉妒，对。我感觉我家己根本就是咧甲新兰讲白贼。我无我嘴讲的遐尔大方啊！事实上，我是一个家长家大的人，我真自私呢。感情的代志，大家嘛足自私。飘撇的感情后壁一定有遗憾的嘛。亲像我，少年的时阵，我嘛有一段纯真的感情伫我的身躯边，也毋过我都袂晓要去甲珍惜咧。你敢真是真介意新兰？我当然嘛真介意。安尼讲起来吼，就是缘分也未够，你千万着毋通怀疑恁两个人的感情。你讲的我听有啊，会当甲董事长安尼讲的，我心肝内加足轻松的，我拢毋敢甲我的爸母讲这寡心内事。咁安尼哦，那安尼哦，欢迎你，不管是将你心内事吼摕来甲我这个孤单老人开讲，也毋过吼，你袂使拢干那摕迄个伤心的代志来甲我讲，快乐的代志嘛爱讲一寡，互我甲你斗欢喜。这是当然的啊。啊，对啦。我拄好有讲到这个吼任务编组的问题啊，我是感觉心兰伊真有天分，而且也真肯学。还佫即摆吼，这度假村的有定地啊，拄好伫咧伊的祖厝的边仔，所以我想讲吼，要来推荐伊来做你的组员，你毋知想安怎？安尼就上好啊！新兰平常时也就足骨力的，我足愿意甲伊斗阵执行这边的计划。啊，安尼这遮尔好的消息！啊，袂晓赶紧去甲伊讲啦。对吼，我即摆就来甲讲。你紧去啊！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喂，罗氏健身，你好，淑玲。下班了。哦，好，再见。办公时间，请你莫讲私人电话。
没得钱。有一份财务报表，你整理一下，整理好势了后，摕去互董事长签名，知影无？嗯。张经理，拜拜。拜拜。经理，等人哦。嘿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。菊花哥哥，真是恭喜！菊花哥哥，你知影我要来找你，你直接等我，对无？我唔知啊，我敢唔甲你哦。啊，我阁就是讲，咱两个是心有灵犀咧。对啦，阿姨讲哦，要买日霜、晚霜、面霜，啊，阁有电风啊。菊花哥哥，你也无要去买哦，我一个人无法度管遐多。我今日毋是有约朋友，林刚他去好不？啊，不管啦，阿姨讲伊今日就要滴啦，行啦。哎，等，我先敲一通电话，啊。啊。无人接呢，你多下等我一下哈。嗯。下班啦。敢讲菊花哥哥敢有约哦？哎，西兰姐，你要下班了？哎，怡娟，你人哪在遮？无啦，菊花哥哥爱我陪去买物件。哦，嗯，我拄好有经过伊的办公室，伊无伫的，我想应该念得来啊。我知影，我咧等伊啊。哦，好，我先来走哦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菊花哥哥，你无意思啊？你拄仔伫遮，敢有可能先来？伊已经走啊。走啊？伊无等我？你有约伊哦？哎呀，你无甲我讲，新兰姐伊嘛无甲我讲。坐头去，买物件。青兰，淑玲，歹势吼，互你等遮久。不要紧啦，歹势人是我，逼你出来。哎，对啦，拄仔你咧电话内底讲，阮阿姨破病，伊是安怎？嘛无算是破病啦，我听之前讲是被气坏的。被气坏的？哪会安尼啦？公司发生遐尼大条的代志，之前无甲你讲哦？无啊，咱对阳明山转来了，就一直拢无联络啊。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你紧甲我讲啦。我嘛唔知影到底是安怎。公司起来迄栋大楼，讲啥物混凝土配比唔对，遐个预购屋的客户就差在公司害钱，即马工程拢规个停落啊，损失足大的。哪会安尼死啦？阿姨就是因为安尼死叫去着。应该是安尼啦。阿姨即马人咧有较好无？公司咧敢要应付下来？若是有法度应付，我就毋要遐尔烦恼。安尼啦。好啦，莫想遐尼多，行，不要来去买补品。是安那要食补品？你也破病哦？你莫甲我惊啦！毋是啦，毋是我要治的啦，我是想要替志坚因阿姨买。我就想讲，公司遐尼多代志，志坚就无用的，我会用替伊分担一寡伊伫老家做的杂事，甲伊减轻负担啊。有没有甲我惊死？行啦。菊花哥哥这边，你甲我看者日霜，哎，这啦，哎，这顶玩笑讲会当活力肌肤亮出年轻光彩，阿姨用哦一定真介意。啊，搁有，哎，这嘛会当活化肌肤，咱买这好不？啊，搁有哦，我看，哎，你看，这个白做化妆品我上介意啊，足俗的呢。哎，对啦，迄边你有看到无？遐，你看。张君华，伊边仔哪有一个查某的？呀，哎，淑玲，休等你啦，淑玲，要买啦，呀啦，来走啦，买啦，呀啦，
在创啥啦？我只是想要行入去迄间店内底，甲问好清楚伊甲迄个查某是啥物关系。你哪袂互我入去啦？你别创啥啦？你想要知影的，我已经甲你讲啊。迄个查某囡仔，是君华伫个孤儿院熟悉的一个小妹妹。小妹妹？小妹妹已经够咱个婆，你莫互伊骗去啊，好无？平常时啊，看伊迄个人，敢若亲生共款，佮其他的查某囡仔遐尔好，佮来对你高高甜，你袂感觉伊伤超过啊，是无？你莫安尼想啦，其实我甲君华，阮若毋是男女朋友啊，伊爱甲向斗阵，迄是伊的代志，我是并且甲管哈。啊，搁你吼，你嘛莫加管营养师啦，安尼足无聊，你知影无？金兰，你讲是对张君华不在乎？新兰，是我，君华，开门啦！新兰，我知你伫咧厝诶，开门啦！我有话要甲你讲，开门啦，新兰。新兰，我知我本来有甲你约，也毋过是你家己先走，无等我的啊。你是伫当时有甲我约哈？你约的明明是别人，啥咧要赖我？你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问你家己啊？问我家己？无要问你，无要问我。小等下，是毋是你对我有啥物误会？谢谢你，就是我上大的误会。新兰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你先开门我入去好无？有啥物代志咱当面讲个清楚啊？袂啦，你走啦！我不爱走啦。我问你，是毋是因为你接受陈志坚，所以你调工找少到10万外？是啦，我是讲过，只要你感觉幸福快乐，安尼就够啊。也毋过我希望你会当对我坦白。之前你嘛讲过啊，伫你有任何决定的时阵，你一定会第一个甲我讲。今仔日我想要问个清楚，到底你希望啥，互你真心仔快乐？我想我这世人，拢袂有真心捌快乐啊！我无要甲你强辩的意思，新兰。也毋过之前你甲志坚去阳明山，谁让你甲我讲你是甲苏林斗阵去的？是谁甲你讲我甲陈志坚斗阵出去的？是志坚亲嘴甲我讲的啊！伊甲我讲啥你知无？啥物你答应接受伊的感情啦？你话袂讲？我哪有话袂讲？是我今嘛就看到伊送你转来呢。恁两个人搁无斗阵，要走的时阵，我满面春风说拜拜。拜托诶，迄是因为志坚伊讲，希望我互一个拥抱，就当作是伊袂记我的一个鼓励。而且我从来嘛无答应我要接受伊的感情，从来都没有。真是的？当然嘛是真的。哎呦，陈志坚真正有跟我结婚的啦，跟我开了那么大一个玩笑。也毋过今嘛好啊，原来是5回一场。对啦，今仔日你甲你迄个怡娟妹妹手牵手坐百货公司，迄敢是5回？迄是因为怡娟叫我陪伊去替阮妈买物件，所以阮两个人才会斗阵咧坐百货公司嘛。话讲到转来，伊就讲我的小妹同款，啊小妹牵咱遐手，这嘛是真稀松平常的代志啊。无安尼啦，你若真正会藏在心肝内，我后摆较注意的。后摆呢，我袂阁牵伊的手，甚至袂阁甲见面，我嘛有法度做会到啊。你莫甲我讲我遐小气哦，你是毋要甲伊见面是恁兜的代志，就算讲你要娶伊，甲我嘛无关系。啊，你要哪会用的？假使我若娶伊，啊你要计号啥？啊，袂用，哦，甲我拍死我嘛不爱娶伊。好啊，我不爱管啦啦，你紧走啦，我要入去困啦啦，拜拜。你莫走啦！我拄有话讲一堆，即马足喙答的，你敢会当摕一杯茶我啉？拜托的啦，好心的老板娘，摕一杯茶我啉好无？好心的老板娘，摕一杯茶我啉好无？你毋是讲你要啉水？无讲，小等再啉。
妈，来，食药啊。我无破病啊，食什么药啊？我袂食。医生讲你有高血压，一定要按时食降血压的药啊，要若无真麻烦呢。死死会较规气啊。妈，你这是何必可咧？身体健康哦，比什么搁较重要呢？健康是用钱拢买袂到的呢，对不？来嘛，食啦。嗯。来，你健康，我唔知快乐。靠你支喙啦。妈，我来，你食药啊，我来开门，吼。香。好。淑玲，你要来拢免通知啥？无啊，我唔知影阿姨的身体敢有较好，想要来这甲看一下。你放心啦，我袂惹麻烦。阿姨，你的身体有较好无？我是专工来甲你看的，我有买一寡补品要互你食。人你已经看到啊，你用个走。妈，淑玲知影讲你破病，伊足关心你的呢，特别来甲你看哦。志坚，你是爱我讲几遍？我叫你唔通带迄有诶无诶朋友来咱兜，你哪能讲袂听？你是挑工了我生气是？无啦，唔是啦，妈，我送客。淑玲，阿姨，那呢我先来走。等下，你诶物件，请你摕转去。还阁有，自今仔日开始，我不准你踏入这一步，安尼你听有无？行啦，志坚，你等来。妈，志坚，无要紧，我家己转去就好啊。阿姨再见。你到底要讲几遍？我叫你不准甲李姓男有关系的人斗阵，你现在人讲袂听哈？妈，淑玲，我讲的嘛是咱公司的员工啊，最近咱公司面临遐尼大的危机，淑玲，我不准你两个来哦，安尼你会记袂？我知啊。啥话啊？监管处叫咱马上就爱停工，因较有可能这么紧就知影这个消息啦？是毋是有人去甲人检举？到底是啥物人？到底是啥物人啦？爸，你先莫生气，代志应该还有转圜余地。马上去找出吴建新去用受买方利用的证据啦，甲公布出来。安尼咱凡事哦，才有翻身的机会。拢已经20多年前的代志啊，敢有啥物记录会保留到今仔日？就算讲有啥物记录，敢会留在公司内底？我著参像人讲尔，狗急跳墙，一点仔拢无唔对。无安尼也紧嘛，你上好是无生过囝，万一若出啥物代志吼，你就莫怪我。青春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
人痴迷，爱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切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对你的思念，掺着淡薄仔亏欠，因为我知影，咱真正无共。你是我。